一個小故事。1945年嘅10月，有個男仔，佢出生於巴西，其中一個州份嘅一個農民家庭。因為屋企好窮，從4歲起，佢就要喺街上面賣花生，但係依然衣不蔽體，食不果腹。返小學嘅時候，佢經常會同2個小伙伴喺課餘嘅時間喺街上面幫人擦鞋。如果冇顧客就要挨餓啦。12歲嗰年嘅一個傍晚，一間洗染鋪嘅老闆嚟擦鞋，3個小男孩都圍晒過去。個老闆望住3個孩子，佢哋渴求嘅目光，都覺得好為難。最後佢攞出咗2個硬幣，話邊個最缺錢，我鞋就俾邊個擦，並且會俾2蚊佢。嗰時擦一對鞋頂多都係20仙，呢10倍嘅價錢，簡直好似天上面跌落嚟嘅一塊餅咁啊！3對眼睛都發出咗異樣嘅光芒。其中一個小朋友話：我由朝早到而家都冇食過嘢，如果再冇錢買嘢食，我可能會餓死啊！另外一個就話：我屋企已經斷糧3日啦，媽媽又病咗，我一定要買嘢食翻去俾佢哋啊！如果唔係，今晚我又要捱打啦。然後呢一個男仔，佢望住老闆手裏面嘅2蚊，停咗一停，佢話：如果呢2蚊你真係俾我賺，我會分俾佢哋1人1蚊。呢個男孩嘅回答令到洗染鋪嘅老闆同埋2個小伙伴都覺得好意外。佢繼續話：佢哋係我最好嘅朋友，已經餓咗成日啦。我至少中午仲食咗少少花生。我有力擦鞋㗎，你俾我擦啦，我一定會令到你滿意㗎。個老闆被呢個男孩感動咗，等佢擦咗鞋之後，佢就真係將2蚊俾咗佢。而呢個男孩子亦都冇食言，直接將啲錢分咗俾另外2個小伙伴。幾日之後，老闆翻嚟揾呢一個男孩，俾佢每一日放學之後去佢嘅洗染鋪做學徒工，仲有飯食添。雖然學徒工嘅工資好低，但係比擦鞋就多好多啦。呢個男孩知道係因為自己向比自己更窮嘅人伸出援手，先至有改變命運嘅機會。從此只要佢有能力，佢都會去幫助嗰啲生活比自己困難嘅人。後來佢冇讀書，進入咗工廠做工人。為咗爭取工人嘅權益，佢21歲加入工會，45歲佢創立咗勞工黨。2002年佢提出咗俾呢一個國家所有嘅人1日3餐有飯食嘅競選，呢一個綱目贏得咗選民嘅支持，佢成為咗總統。2006年佢競選連任，又再次做總統，任期4年。8年嚟，佢都實行緊達則兼濟天下嘅承諾，令到呢一個國家93% 嘅細路仔同埋83% 嘅成年人1日3餐都係得到食物。而佢帶領嘅巴西亦都從草食恐龍變成咗美洲雄獅，一躍成為全球第10大經濟體。佢就係2010年年底任期屆滿而卸任嘅巴西前總統盧拉。